大家好，大家好，歡迎各位出席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誼會同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聯合主辦嘅2015慶祝教師節聯歡茶聚。我係今日嘅大會司儀羅鏡林。大家好，我係教聯會嘅蔡若蓮。祝大家教師節快樂！今日出席嘅主禮嘉賓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范徐麗泰女士，以及中聯辦教育科技部莫錦強副部長，我哋用熱烈嘅掌聲歡迎。另外出席嘅嘉賓仲有教聯會名譽會長楊耀忠先生，高齡教工會嘅名譽會長何德森先生，關定輝先生，係，仲有我哋永遠榮譽贊助人張念婷先生，永遠榮譽贊助人單乃泰先生，永遠榮譽贊助人鄧德廉先生，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主任譚偉才先生，中聯辦教育科技部處長黃新立先生，中聯部教育科技部處長鄭君慶先生，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創會會長、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前主席高少華女士，教育團體代表香港初等教育研究會主席李兆學校長。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首席組長許瑞宏先生，另外出席嘅主人家有教聯會周世耀副會長，高齡教工會董事榮譽主席鄧統元校長，董事會主席張欽燦校長，副主席李金忠校長，高齡教工會會長羅慶忠校長。今日出席嘅仲有我哋會務顧問、永遠榮譽贊助人、榮譽贊助人同埋友好團體、義務嘅導師及在座嘅各位會員朋友，我哋用熱烈嘅掌聲歡迎大家嘅蒞臨。各位嘉賓，喺儀式開始之前，我哋先要鳴謝一下
對我哋嘅活動加以支持同埋熱心贊助嘅人士同機構，呢啲熱心人士嘅名單已經喺我哋台面嘅長刊上面印有啦。另外咧，90高齡嘅劉英烈先生就今天咧特別向本會贈送一幅書法嘅佳作，夕陽無限好，花發二番春，猶獻光和熱，歡欣得為律。好多謝阿劉生。好，咁喺儀式開始之前呢，請我哋用熱烈嘅掌聲歡迎我哋高齡教工會嘅鍾樂權為大家表演，作為我哋教師節聯歡茶序嘅序幕。佢哋表演嘅曲目呢係草蜢弄雞同埋台灣小調，我哋用熱烈嘅掌聲，好，俾大家一掌。指揮係魏成發先生。
Thank you.